又係一個繁忙嘅月份，月頭先打完 UFC 320，月尾又嚟阿布達比打 UFC 321，但係要我好似上次 UFC 320咁做賽前預測，又真係揾着自己嚟搞喎。重量級冠軍戰嗰兩個大哥，一個就出名快槍手，一個就中意放慢嚟打。女子 Strawweight 冠軍戰，兩位大姐係仲惡諗，一個就好日都唔安排佢打 main card，好少睇佢點打；另一個就出晒名狀態飄忽。兩場冠軍戰都唔知佢哋想開邊飯，真係學前輩話齋，好難捉摸啊！大家好，打邊爐嘅時間，第一次光臨本頻道嘅朋友大家好啊！打邊爐係一個以廣東話為主嘅綜合格鬥頻道，為各位帶嚟包括 UFC 等嘅 MMA 賽事資訊精華、選手們奇人奇事同埋其他花邊新聞嘅，打住邊爐咁輕輕鬆鬆同大家回顧翻拳拳到肉嘅八角籠動態。每次比賽之後，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短片邊爐短打，唔使1分鐘，快速同你重溫比賽嘅要點。如果覺得呢個頻道啱你口味嘅，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最好就係 subscribe 埋我哋打邊爐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你啦。唔講咁多，開波打邊爐啦！歷盡艱辛，32歲嘅 Tom Aspinall 終於都迎嚟佢第一次坐正嘅 UFC 重量級冠軍衛冕戰啦！能夠坐正呢個位，除咗因為靚佬湯實力非凡之外，更加要多謝前任冠軍38歲嘅骨頭哥 Jon Jones 玩大咗咯！講咗咁耐嘅 Jon Jones 大戰 Tom Aspinall， 骨頭哥喺度拖得就拖，又話打又話唔打，結果激到白老闆今年6月當眾話唔使佢打啦。Jon Jones， 你退休翻去執骨頭啦！就係咁樣，自2023年11月開始做看守冠軍嘅靚佬湯，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成功坐正重量級冠軍王座啦！喺佢家鄉英國嘅曼徹斯特市中心仲出現咗幅靚佬湯同佢贊助商嘅大型壁畫，大大隻字寫住 Champion， 幾威啊！不過今次靚佬湯嘅首場正式衛冕戰就要硬撼排名第一嘅法國名將 Ciryl Gane， 都幾惡搞喎！有睇過兩者嘅比賽都知道兩位大哥啲拳腳有幾狠有幾重㗎啦，地戰亦係有翻咁上下嘅，但係比賽風格就有啲唔同喎。Tom Aspinall 出晒名爆炸力強，睇準機會就快快手手一嘢 KO 對方。職業 MMA 戰績15勝3負嘅佢，未試過要 decision 分出勝負嘅，全部頭2回合就完結賽事，或者俾人完結啦。而且15場勝仗當中，有14場係喺第1回合就搞掂收工，認真係效率型選手啊！反觀 Ciryl Gane， 職業 MMA 戰績13勝2負 ，Ciryl Gane 當然有能力快速了結對手啦。但係佢亦都有經驗，同對方磨到 decision 分出勝負。職業生涯中有3場勝仗都係靠 decision 贏嘅，仲要有2場係 main event 嘅勝仗。側面反映 Ciryl Gane 嘅體能之高，係足以可以同對方磨足5回合，一共25分鐘㗎。而冠軍嘅靚佬湯連打第3回合都未見過啊，何況要打到5回合啊？變相今場比賽嘅其中一個關鍵就係比賽嘅節奏啦。如果玩速戰速決，靚佬湯照計就着數嘅。但係賽事一要去到打超過3個回合 ，Ciryl Gane 個油缸又認證咗真係可靠嘅喎。各位師兄師姐，覺得到底呢場重量級冠軍戰係會快槍手啊，定係慢金油呢？留言傾下偈啊！女子重量級冠軍戰就由排名第1嘅 Virna Jandiroba 對戰排名第5嘅 Mackenzie Dern。等等，女子 Strawweight 冠軍唔係張偉麗咩？點解會變咗2位巴西亞姐爭冠軍㗎？咁得人驚，麗姐唔喺大廳。原來自從2019年8月，麗姐喺中國深圳42秒極速解決 Jessica Andrade 之後，麗姐已經斷斷續續霸住條冠軍腰帶6年有多啦。喺呢個量級同佢同期嘅大名選手，佢都接近打過晒。更唏噓嘅係呢班老對手有啲升榜嘅升榜，退休嘅退休，留得低嗰班全部俾麗姐教訓過晒咁滯，連同鄉嚴曉嵐都俾佢打贏埋啦。再加上現年36歲嘅麗姐，你叫佢次次打 Strawweight 比賽都要減磅減到115磅，會唔會太辛苦啊？
於是乎，麗姐半推半就之下，就決定升榜上去 Flyweight， 同現年37歲嘅冠軍子彈姐 Valentina Shevchenko 以武會友，爭下條型量級冠軍腰帶啦。好衰唔衰？白老闆今年係搞咗個新玩法，任何冠軍話要升榜打第二個量級，原有嘅冠軍位置就要讓出嚟俾其他選手爭，冇得同時坐住兩個量級冠軍兩邊作賽。於是白老闆就揾咗人氣高企嘅 Mackenzie Dern 同排名第一 Virna Jandiroba 爭呢個被懸空嘅冠軍寶座啦。但係先講張海報，賽會係咪有心玩嘢㗎？雖然 Virna 係有啲射喱眼，整張海報都唔使同 Mackenzie Dern 咁大對比啩？兩位阿姐換個位置企翻好啲，望翻好啲得唔得啊？講到比賽風格，雖然 Virna 大部分比賽都喺 Prelim 嗰度進行，正常 Main Card 直播好少見到佢，但係睇翻佢啲比賽精華，自幼學習功夫，再加上貴為巴西柔術黑帶 ，Virna 嘅拳腳功夫當然唔太差啦。更主力嘅係佢嘅地戰模式，盡量帶對手落地下，然後做 submission。今年4月 Virna 打嚴曉南嗰陣，就試過幾次地戰嘅時候啱巴 attack 啦。再對上一場上年7月嘅 UFC Fight Night 打 Main Event 嗰陣 ，Virna 都係靠一個啱巴降服對手 Amanda Lemos 㗎。但係有樣嘢擔心嘅係 Virna 不經不覺都已經37歲啦，萬一真係要打到第4回合以上，Virna 嘅體能頂唔頂得順先？另一邊廂排名第5，現年32歲嘅 Mackenzie Dern 曝光率就高好多啦。前 IBJJF 女子巴柔黑帶世界排名第1，贏過 N 屆嘅 IBJJF 啊、ADCC 啊、Abu Dhabi World Pro 嘅巴西柔術比賽冠軍，再加上樣靚身材正，點會唔被 UFC 捧佢做明星啊？打法方面，初期嘅Dern姐當然都係靠 grappling 揾食啦。近年啲拳腳功夫都叫有啲改善㗎啦，雖然都仲係差緊啲啲。不過講到打 MMA，Dern姐嘅15勝5負戰績又真係幾飄忽下㗎。好多時贏完一場，下場又可以輸翻俾差不多 level 嘅對手嘅。試過贏一場 Angela Hill 之後，諗住好地地啦，跟手可以連續輸翻2場，一場就輸俾 Amanda Lemos， 一場就輸俾 Jessica Andrade。雖然近期走勢又開始好翻啲，2連勝啦，但今場冠軍戰嘅Dern姐又想開邊飯先？順帶一提 ，Virna 同阿Dern姐其實喺2020年12月打過一場數字賽嘅 Main Card 㗎，當時大家都估會係一場柔術大戰啦，點知兩個齊立技行先，結果捱咗3個回合 ，Mackenzie Dern 以 Unanimous Decision 贏咗 Virna Jandiroba， 但去翻家陣。一個就年紀問題驚唔夠氣，一個就狀態飄忽唔知想點，大家又會點睇呢一場咁難捉摸嘅 Co-Main Event 女子大戰啊？留言齊吹下水啦！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有你哋嘅支持，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我哋下次見。